好山好水嘅花莲，唔单止上爱几多游客去，也多年来也引来很多新嘅移民。许多来自西部嘅人，许多花莲上进热淡开店嘅，又或者是离开又多转来嘅花莲人。其中有20人嘅店家呢，只能联谊会串联起来，全体人呢睇花莲一只晚上生活的感想同理念。当日下晝使用店賣幾個嘅三輪車，攏袂拖花蓮市區嘅大街小巷行來行去，看條街打扮到安紳士，某木匠假屁工，巷口都鏗鏗鏘鏘，詳細成各路人好奇嘅行檢來看。前面還有一個。巧克力核桃，巧克力核桃，哎，对。我要一个全麦一个巧克力核桃。一个全麦，一个巧克力核桃，哈，好。就是来花莲玩，然后看到就是街上那么特别的脚踏车，然后老板打扮也很特别，就想说过去看看这样子。在咖啡店卖是等人家来，那骑着三轮车就走出去，那走出去就是要吸引人嘛，吸引人哈，我们的 logo， 我们的三轮车。我们的东东墙，我们的扩音器，基本上都是一种展示有趣好玩这样子，让人家看到有趣好玩，会来接触一下这个健康的贝果。林長同自家打扮做亞洲島嘅樣，起頂造型特殊嘅三輪車，萬幾路見限幾賣幾個日近3年外，佢希望透過安尼嘅方式，花蓮市區會有到無窮款嘅元素。我們就製造一點好玩的印象嘛，比如對了小朋友，除了我這樣悄悄之外，對不對？我會裝鬼臉跟他揮揮手，這樣，比如學生小朋友這樣子經過吼，我們盡可能跟他，打招呼揮揮手。那很多小朋友啊，或是說阿公帶着小孩子啊，一看到這樣子東東搶來的，也很高興。之前徛展比較少，立下做風派產品，因為細漢時就當好食餅。所以退休了後嘅林長就試點好做幾個，安尼這個店行嘅產品也加以豐富。對，要學其實蠻快的，就是我去跟朋友學這個貝果，大概教了，比如2個小時以後你就會了。但事實上要把貝果做得很紮實，哦，有它的特色，不簡單，就是要不斷的去改良，有什麼缺點就改進這樣子。當時經過2個月嘅改進同研究，林長已經是得分貝果嘅品質問題，又含有用料食材。目前貝果係店行嘅主要點心。我們盡量使用天然的東西，比如天然酵母、天然的果醬。哦，那麵粉這些當然是比較全麥的、比較健康的這樣子，盡可能使用天然的產品，用比較手工的方法來做出有嚼勁的一個貝果。在那一種清涼的茶，那我一杯冰茶，變成清檸茶。對，這地方帶上。兩係林長開嘅咖啡廳，之前到台北做記者同公關嘅事，6年前退休轉故鄉花蓮，佢夢想就安尼前行過日，又希望帶陪人車過上過下嘅花蓮市區藝術無窮款嘅店家意向。慢了慢，佢決定開間咖啡廳。回來之前哈，我就想說，家裡有個店嘛哈，那總是要有事情做，所以就到前省哈去考察了一下，發現說那個有特色的咖啡店的老闆哈，還通常有一點文化氣息，所以就是好像要效法人家，所以自己也開了一家咖啡店。
林长嘅咖啡厅除了卖咖啡，还来传达同分享自家到花莲生活嘅感想。利用咖啡厅这个小小嘅空间，3年前佢串联花莲市大达20万间理念共款嘅小店，组成一个低调又团结嘅联谊会。我们这边也办了一些分享会，包括说有机农耕的分享会啦，比较这个户外旅游的分享会这样子，借用这个开咖啡馆的地方这个空间，来跟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做一些沟通，分享一些自己生活方面的态度。呢条联谊会嘅头家，差唔多拢系花莲嘅新移民，也系离乡嘅花莲人。佢刚好透过部落格小解自家嘅店，也传达到花莲生活嘅想法，变做认识花莲人文嘅新窗口。14年前，因为中意花莲嘅生活，张浩然结束台北嘅美术社生意。规划搬到了解有条熟识又当上手的所在，一直对花莲都蛮有好感，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在这边。那后来就觉得在台北，因为我在台北长大，然后在台北工作，我觉得时间太久了，30多年了，我已经有一点对都市有一点那种很拥挤的环境空间，我有点厌烦了。将来花莲嘅张浩然只做到临时性嘅写头，并无按脚就决定自家爱做某个事业，因为佢想要慢慢认识花莲这个地方。我觉得到一个地方可能要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去理解那个环境，然后知道那个地方缺少的是什么样的东西，那自己的兴趣是不是可以跟那个环境配合来发展成为一个事业。到花莲嘅前2年，张浩然努力去资源回收厂做义工，自己做环保，也常常有了资源再利用嘅想法。很多东西还是分类了之后就拿去回收厂回收了，就等于重新打碎，然后再制造新的东西。那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对出版品书这样的东西有点可惜，所以我在做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就在收一些书，收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让它更有效率一点吧。韩国自家有知道，花莲这个资讯并唔在西部嘅所在，需要一个实际相互交流，同时便宜嘅地区平台。所以半年前，张浩然开了花莲县第一间嘅 Q 书店。花莲是整个台湾可能大学生跟人口比最多的，它当时有快2万个这个大学生，那花莲市县市只有30多万人口，那几乎快要到10个人里面10几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大学生，那还包括那些老师这些，那这边的公务人员比例也是非常高，医生、护士比例也超过其他地方，所以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卖书的一个城市。张浩然同 Q 书店布置嘅简单设计又唔冇啱啱，各项嘅书分嘅清清楚楚、好写好写。透过呢个空间，传达佢嘅环保理念，对书嘅尊重，更加希望人卡头量得到物质同精神嘅满足。我们的书店也在某个程度上也呈现一个比较乡村的地区性的慢调子的这种气氛吧，所以我希望每一个花莲人来这边呢，他可以放松心情，当做一个休闲的场合。可以在这边看一些很不错的书，然后因为这边气氛又很好，就是没有压力这样，对，所以就是很喜欢过来看，还蛮好的。
挖到宝有时候会，如果有仔细在找的话。农业当中有点青嘅花莲市区航道，将好人嘅扣除点，除了系民众昂街昂巧歇困嘅地方，得到低市嘅蔬菜，各系调价外带本花莲新观念、新气势嘅场所。哦，我们的水果另外要上学咯。书包也背着。哦，有，还有背着书包。哦，准备上学去咯。我要来，来啊，快点啊！我啊，你过来啊！池汉成功者系廉江所发起嘅联谊会其中一个成员，两年外前经标配台北嘅条路，来到花莲开始另外一趟嘅生活。好来，我们自己上去，一只手，一样拉着，对，好，手上去，好，对。我遇到某哦，迄智障小孩啦，啊，为到将来吼，因为我遇到太每笔冲多的压力啊，所以我也升班的花莲，升大基础啊。因为经过10年以后啊，吼，再过10年，我也都可能就变到老人家的，变成老人家庭了，变到阿某又生某又没有工作能力啊，啊，变到讲太某甲生活压力都重重。两公者将来花莲，认识理念穷困嘅朋友。经开了民宿，慢慢建立自家嘅风格。像系同人客专做无卡人，人客都细少家下，且对外行检去大在顾。我那片咧，全部都小朋友啦，差不多7年生咧青岛啦。就像我像做其实像啊，你哋会每来一样诶，就帮家父母照顾佢，就讲来那片唔会孤单吼，永远好照顾佢，放心来啊。另外，池汉成功者国家系认同联谊会嘅环保理念，所以民宿提供嘅餐点，尽量系花莲，也系自家生产嘅为主，来减少食物里程。我阿妈有种菜，妈希望讲然后食到清强烈嘅东西，哦，啊，加到了，我阿妈希望比如讲清简单嘅嗰样嘅知识，就讲了解生活真嘅唔是强度嗰样嘅。附加产品呐，吼，也讲一定要买某杯的东西的时候，不是，如果要比青菜吼，那你要没买清洗的东西，做清好的这的东西，当简单。国家生气嘅系联谊会嘅成员为相互交流市场情报，就算系做穷行界，也系良性竞争。我也是移民，有做传堂的，有开民宿的，有开店的，吼，有卖衫裤的。我也要介绍人家讲吼，喺要食饭，吼，唔做得来下基建的，要基建的嗰样的料理有食，吼，啊，既有人家嘅话，其他介绍来下民宿。一般的花莲的大众化东西，你说太鲁阁啦、七星潭啦，或者来这边吃很多已经很有名的东西，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嘛。然后基本上我们当然想提供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根据每个人的特色、每个人的专长，提供不一样的东西，让他们来花莲可以比较不是那么泛的，可以比较深入的、比较慢的去体验、去品尝各方面的生活情绪这样子。花莲嘅好山好水好风景，成几千几万嘅民众来留了，也有当多嘅师傅人晒过了养老，也系固定半退休嘅生活，经营各行各业。不过像林长健，为同理念、想法并提日做生意系其次嘅店家，可能未到。这些店是跟如您所讲的，有一点臭气相投。基本上自己都有一点特色，那想做出来的东西有一点特色不管他是做吃的他是带人家去玩的开民宿的，我想因为他本来有特色，然后大概也就如刚才所讲的，喜欢比较生活慢的一个步调的人，就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也不会有人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地位，你要有赚多少
大钱，快乐跟有钱大概没有办法画等号，在这边就可以看得蛮清楚的。联谊会嘅是人强调，既然每一个正式嘅组织也系协会，只系几个认同反反生发，重视人情每个店家，想要推动一种有传播概念、无穷款嘅花莲生活，所适合乡下嘅朋友。我希望能够让更多花莲人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借由与知识的接触它变成一个对生活有一点体悟，一起做一些还有意义的事情，譬如说环保的事情或者说你有拍照有别的多余的能力去帮助拍啥人我是觉得这些它比较是让我所想要的。而生活嘅店家做无穷款嘅行业，同时当然本人抵达，只有用心去感受，详细去认识，将实地发现热心花莲嘅新移民，也系是离乡嘅花莲人面对生活嘅概念同想法，也因为见花莲嘅菜体人文特色，更加有深度同丰富。也如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講查大家嘅收看。人講係台灣最後一團天然海岸嘅阿朗壹古道，本交通部規劃咗台26線公路由海到觀音陂工廠路段。唔過現正一隻嘅生態非常豐富，環保團體同學術界陸上在呼籲講愛保留，先前也影響嘅公路總區家庭愛搶停工廠。下個禮拜我哋會帶大家去阿朗壹古道了解當地民眾對一條公路嘅期待，也了解儂按多人講愛保留。我哋再會。